我想反渗透法是针对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干预的不法行为予以规范。那么行为人必须要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指示、委托、资助的渗透行为，加上我们刚刚讲的具体的5项不法行为，才会构成处罚的对象，并没有您说的会侵害、会妨碍新闻自由的问题。我们请外界不要以讹传讹，一再把这个反渗透法做错误的解读。我们要强调，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社会，我们向来高度保障并尊重新闻言论自由，而且根据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在2019年针对全球媒体自由进行排名，那台湾也获得最高的评分。那我们看无国界记者组织也针对全球180个国家进行排名，那台湾也是亚洲第2名的国家，中国大陆的排在177名。那么台湾获得如此高度评价，我想我们跟许多的先进国家并列为全球媒体最自由的国家之一。我们希望台湾人民跟媒体能够珍惜这些得来不易的言论以及新闻自由，共同努力维护台湾社会的进步跟繁荣，也呼吁台湾人民与媒体不要配合陆方的对台的统战渗透作为，损及国家整体的利益。谢谢。2008年就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渗透，然后来提供政治现金给马英九去刊登广告。然后国民党现在告诉大家是不用急，我们慢慢讨论，下一届再说。难道我们要在这里下一届交给吴思怀、交给邱毅等人来审查我们的反渗透法吗？院长，各位同仁，作为民进党党团的3长，而且身为内政委员会的召委，我想有必要再把一些事情厘清。这个案子从上个会期5月31号就有时代力量的版本跟民进党版本已经送到内政委员会了，这是5月31号到现在。那期间呢，有各个委员提出来的，各个党团提出来各种不同版本，然后连同国民党最后提出的所谓反并吞中华民国法，总共12个法案。那这些法案呢，其实在内政委员会我们也召开委员会的公听会。那林威洲委员作为内政委员会的另外一位召委，他也审查过其他的法案，不是从来没有讨论过。那为什么这些事情，这个反渗透法会在11月29号提出，会要求逕付2读？理由很简单，因为前面的法案分别被国民党提出复议，就是如此而已。那我们来把反渗透法解释清楚。其实反渗透法非常清楚，要有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你必须要有渗透行为；第二个部分，你必须要有违法行为。什么意思？就是你接受中国或者境外敌对势力的所谓的指示、委托跟赞助，这个叫渗透行为。然后你从事违法的工作，包括买票啦，包括反对集会游行啦、破坏集会游行啦，这些所谓的违法行为。所以把这2个加起来，既有渗透行为，既有这个违法行为，才是反渗透法规范的目标，才是反渗透法规范的对象。这是在民主社会里面最小限度保障、避免我们的民主机制被中国渗透、被中国破坏，利用民主反民主。那这不就是国民党现在正在做的事吗？刚刚管委讲得非常清楚，2008年就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渗透，然后来提供政治现金给马英九去刊登广告。然后国民党现在告诉大家是不用急，我们慢慢讨论，下一届再说。难道我们要在这里下一届交给吴思怀、交给邱毅等人来审查我们的反渗透法吗？那所以我们要讲得非常清楚，反渗透法就是第一个，你要有渗透行为；第二个，你要有违法行为，这样你才是符合反渗透法的规范。那如果没有这些行为，请问国民党，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所以我们这里要讲清楚，没有任何违宪的问题，国民党举不出一条违宪在哪里，违哪一条宪，没有限制言论自由的问题，只因为你害怕这样的行为不能再做了，这样的行为不能再做了，不能再听从中共的指示、委托或赞助来从事违法的行为。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很清楚的告诉大家，共同支持民进党版的反渗透法。谢谢大家。谢谢李委员。